抢救前瞻，令人专心；抢救前瞻，令人专心。那这个19亿的部分来讲，包括因为它在编列在这个调查局对大家有异议，对他调查有异议。另外就是有包括比道路、排水、升压站，还有电网的避免线路的部分，总共还有18亿其中但是升压站的部分大概占了11亿，电网的部分线路大概占了3亿以上，简单跟大家说说基建。伫咱咧大贝壳遐所在，要做一啥？要做一个服务中心，服务中心未来咧，伊的公营，个环境教育，环境教育，一寡是迄服务的工作种种，还要去遐，过来改善排水路，改善排水路，过来伫这50公顷这个所在的时候，大贝壳上北，就是咱即马看到这个所在的时候，加做改善步道，会当增加咱这景观。咱遮不只是环境教育场域，过来包括步道嘛是一个亮点就对啦拢可能先为第一期19天，我讲的是这是第一个使用的，分3变来这边，别过完过8期，过第3期，因为这个大西区的时候是1163公顷嘛。后来咱大西人做清楚，咱怎么徛伫这个所在，咱怎么看？因为伊就是正式甲中央提出的这个废止这个计划，所以呢，工业局也同意废止这个计划，已经同意了第7月15号时公文工业局就已经发文的话，就同意这个废止这个计划。现在唯一可以补救了这个19亿的时候就是请县政府的话放弃这300公顷的开发主体，把这300公顷这个开发主体这个权放弃了以后的话，就交给什么工业局。那我在中央的话，经济部还有经济部下面的工业局我们整个的协调的结果来讲的话，他们愿意来接，因为讲起来安尼钱拢已经够啊啦，很多规个先期的调查啦，还有包括整个规划都已经到位了嘛。所以在这个临门一脚的话，你突然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计划要废止掉，太可惜了，对地方来讲是个很大的损失。所以我底下是坑张义善县长，请你放下身段你再仔细思考一下。半夜了，你半夜的时候你仔细再思考一下，对人民有利的代谢群你就是要放下身段，承认错误。赶紧找中央来补救怎么样寻求补救之道？把这300公顷的19亿的时候，给救得当，让咱这当变做起干净的绿能专区拜变做起的环境教育场域买当解决真侪咱的养殖业者面临到人才人老化啦过来无公共设施鱼卵嘛拢已经真歹饲很多的那种瓶颈啦拜托也许站在一个菩萨的心肠来讲的话，赶快把这个政策的话跟中央好好的坐下来谈。如果张立善县长愿意跟我谈来讲的话，我可以到县政府，可以就这个问题来讲，双方坐下来，如何抢救19亿，如何抢救这300公顷的绿能专区，我愿意进去县长室跟他好好的谈一谈。县府要相当的考虑，而且如果有机会3个咱的议员来参与提出这意见，我是讲伫县府内底较议会会当自这个大细苦衷甲吐露互县府来接受来改善阮大细这个生活。多谢各位。要中央政府要有迄个权力，唔能干那又要做官，做官无路用。你若干那无迄权力，袂晓要建设，唔敢下手段，你互地方咧注意，迄根本就好小政府嘛，算唔是安尼？你爱中央政府要有迄权力。人来建设，这块土地是非常水。那以我来讲，我做政府这块土地我来开发起我有权来开发起，这块土地已经沿世界上较水。这块土地实在讲，这个形体生了有够好，唔是干那一点公司做你能，你搁包括开设观光业嘛有够好的好。